搜寻 OK， 那么 Google Play 要找全路行车记录器，这一次要找行车记录器，要怎么按呢？说要按手机萤幕正下方的圆圈长按来出现 OK Google， 请连接到 Google Play 网站。好，按喇叭 Google Play 网站，请连接 Google Play 网站。没反应，按喇叭。OK Google， 请连接到 Google Play 网站。好吧，但我不能保证使命必达。那个可能是听得不清楚了，现场有那个英文的声音干扰，尽量没有干扰会更标准。OK Google， 请连接到 Google Play 网站。可能延迟速度比较慢了，要按喇叭。OK Google， 请连接到 Google Play 网站。你好，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？会做事情真多呢，导航啦，有问必答啦，计算啦，记密码啦，还有暂时无法连线到 Google， 还有这些麻烦。